咱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参加高雄新车站广场生意天棚的启用典礼，伊也宣布未来这高铁是会开启到高雄车头，铁道局是估计这一冬后草案就会当出来，会配合高雄市路径计划减少拆厝甲搬厝。也若屏东县是真希望这个行政的停事会当较紧的，互高铁也通通到屏东的潮州。请启动。落咱高雄参加高雄新车站广场生意天棚启用典礼，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，对高雄的环境也佫有较侪，会将高雄屏东台南规划做大南方新设谷，也确定按高铁南沿岸用高雄方案。最终的决定，我们希望未来的高铁将会来到高雄车站，我们采用高雄方案，造福地方，连接台湾。造福大家，好不好？中央本来期待用左营方案，也毋过考虑到增加运输量能、行车安全，改做高雄方案。地下化通往市区精细高雄站，搁高架东沿屏东，有个全长大约29公里，经费超过1000亿，也会面临较侪拆迁。铁道局表示，会配合高雄市大都更计划减少拆迁，搁甲高雄市成立高铁南沿规划工作平台。在综合规划大约是1年的时间。那因为它是表定2阶环评，必须要有4季调查，所以至少大概也是要1年多到2年的时间。对，因为前段的工法的话，可以尽量不要拆迁。这个案会用2阶宽屏，初步估计宽屏作业时间至少1年。屏东县是希望加紧行政定事。路线明确之后，那然后相关的这个单位，包括铁道局、高雄市政府、屏东县政府这边，大家全力来推动，加速的动土，加速的施作。我们希望高铁延伸到高雄市区，应该要包含小港机场，以及延伸到屏东，应该要以小港机场延伸到潮州。因团认为，高铁延伸屏东落地处，甲代替现有路线并行，对屏东交通运输改革无意义。建议延伸到会当带动发展的潮州地区。屏东县表示，无管多一案重点拢伫落地处，毋忙早日通车，也会预留高铁往潮州延伸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